就是发现历史，要记住历史。考古是发现历史，甲历史记录条。在学生的导览之下，台南市长黄伟綽甲这位议员共同参观这座历史微古展示中心。这些是清代比较常见的碗还有杯子，都是学校挖出来的。对，全部都是学校挖出来的。台南市中西区的永和国小新校舍内面，也阁保存着超过300档历史的遗址。这是清朝时期台湾的政权中心，并被特殊为古。经过设计，成为全台湾第一间校舍现地保留历史为古并展示的校园。说到文化古都，你看掘地3尺有古迹啊，就是我们真的是挖地啊，盖校舍或是做公共工程啊，一挖底下就古迹，工程就要停止下来。过去学生只会当透过课本的相片识识历史，即摆唔但会当亲自走访历史现场。未来永和国小也将成为文化古迹的景点。欢迎所有台南市民及全国民众前来探访，一探永福国小的前世今生，以及台南400年光荣的文化精髓。该展示中心以找找生活当中的考古为主轴，打造为教学、文字保存甲展示3合一的场所，让学生行入去校园。就进入历史现场，成为校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台南新闻小块采访报道。